大家好，我係 Candy，歡迎嚟到 Candy 的深夜讀書會。今集想同你講一本書，叫做《洗腦術》。不過老實講，我覺得呢一本書最值得睇嘅地方，唔係因為洗腦兩個字夠刺激，而係佢其實講咗一件我哋日日都會遇到嘅事，就係一個人究竟點樣一步一步俾人帶住走，去到最後連自己都唔知。我以前成日覺得洗腦係一個好極端、好誇張，甚至係好遙遠嘅事，好似一定要同邪教、獨裁、極端組織有關。但睇完呢一本書，你會發現真實世界入面，洗腦好多時唔係咁樣發生㗎。佢未必係好粗暴，未必係好高壓，甚至乎未必醜陋到你一眼就睇得出。好多時佢反而係好溫柔嘅，係包裝到好有邏輯。甚至乎你會覺得係為你好嘅，你會覺得自己好似終於都揾到答案。我覺得呢本書最值得講嘅一個位係佢提醒咗我哋一樣嘢，就係人其實冇自己想象之中咁理性。我哋成日都以為自己信一樣嘢係因為諗清楚，但現實好多時並唔係咁噶。好多時係因為你驚或者係你亂，先好想有人同你講究竟發生咗咩事，所以你先至開始信。而我第一個想講嘅重點就係，人最容易被影響，通常唔係因為蠢，而係因為亂。當一個人好焦慮、好不安，甚至係迷失嘅時候，佢自然會想靠近一啲講嘢好肯定、好有力量、好似係乜都知嘅人，因為複雜會令人好唔舒服，但簡單就會令人覺得好安心。你諗下，其實而家做人都真係幾攰噶，工作唔係咁穩定，情緒亦都好容易波動，資訊又多到你根本分唔清楚邊一啲係真，邊一啲係假。喺呢一種情況底下，如果有人行出嚟同你好肯定咁講，唔使諗咁多啦，問題我知係咩，答案我都有，呢一種聲音的確係會好吸引。例如奧姆真理教就係一個好極端不過好真實嘅例子。1995年東京地下鐵沙林毒氣事件造成多人死亡，亦都令到超過6000人受害。而背後嘅奧姆真理教正正就係透過封閉環境、絕對權威同埋末日敘事，慢慢令到成員交出自己嘅判斷力。所以最可怕唔係一個人突然之間變壞，而係佢喺混亂入面慢慢愛上一個好肯定嘅答案。我覺得好多人聽到呢一個例子都會第一時間諗，咁極端我唔會中啦。但問題係洗腦最厲害嘅地方，從來都唔係要你一開始就做啲好誇張嘅事，而係先令你放低懷疑，先令你覺得眼前呢個人好可信，跟住你就會一步一步將自己交出去。所以第二個我想講嘅重點係洗腦最成功嗰一步，唔係要你服從，而係要你以為嗰個係你自己嘅選擇，呢一個先至係最高級。如果一個人一開口就逼你，你反而會防備，你會知道自己俾人控制。但如果佢唔係咁做呢？如果佢只係不斷重複某一套講法，不斷放大你嘅情緒，不斷令到你接觸唔到其他嘅角度，跟住再加少少群體壓力，最後你就會開始覺得我而家咁相信係因為我自己諗通咗。呢一步其實先至係最麻煩，因為當你以為個結論係你自己得出嚟嘅時候，你就唔會再查其他資料，你唔會再問，亦都唔會再懷疑，你仲會幫佢解釋，幫佢護航，甚至主動拉埋其他人一齊信佢。近年一啲心靈課程嘅爭議，其實就幾值得放喺呢個位去講啦。2025年有調查報告同埋新聞都指出，部分大型團體意識訓練課程被質疑涉及心理操控、情緒剝削同埋財務風險，之後連主管嘅機關都要調查係唔係違法。另外，心理專業團體亦都提醒，如果一個課程要求你過度揭露創傷、鼓勵偶像崇拜、收費高，亦都要你拉人入去，呢一啲都係危險信號嚟㗎。你會發現呢一類課程唔係一開始就同你講，你唔好信自己啊。佢通常會用另一種講法，例如話你而家咁辛苦係因為你對自己唔夠誠實，你而家抗拒係因為你未夠突破。
你而家覺得唔舒服係正常噶，因為你正在成長。呢啲嘢聽落好合理啊，但其實佢做緊嘅就係慢慢拆走你內心原本嗰把尺，等你唔再用自己嘅感受去判斷，而係改用佢嗰套語言去理解自己。我覺得真正嘅操控就係咁樣，唔係直接命令你，而係改寫你點樣理解自己。去到最後，你唔係被逼服從，而係你以為自己終於醒咗，所以主動去服從。第三個重點，我覺得先係最貼近我哋生活嘅，就係真正成熟，唔係完全唔俾人影響，而係知道自己幾時最容易被影響。冇人可以完全免疫，真係冇㗎。你唔得，我唔得，所有人都唔得，因為人本身就會受到語言、情緒、群體甚至係身份認同影響。所以問題從來都唔係我會唔會俾人影響，而係我喺咩情況底下最容易交出自己嘅判斷力呢？有啲人係孤獨嘅時候，有啲人係低潮嘅時候，有啲人係失敗嘅時候，有啲人係太想被人認同嘅時候。當你越需要一個答案，你就越容易俾人塞一個答案俾你。而家最日常、最唔容易察覺嘅例子，我覺得就係演算法啦。而家唔需要有個人坐喺你身邊去說服你。當你每日用電話嘅時候，已經有人喺度塑造緊你睇世界嘅方式。有關演算法影響判斷嘅討論一直都存在，連商業同媒體研究都指出，平台會按你停留嘅時間、互動同埋情緒反應去分析內容，而呢一啲分發嘅邏輯，好多時對用戶係唔透明㗎。換句說話嚟講，你以為自己好自由咁揀緊內容去睇，但係其實可能只係平台覺得呢一啲內容先至最容易令你留低繼續睇。你停留喺焦慮，佢就餵你更多嘅焦慮；你對憤怒有反應，佢就會餵你更多嘅憤怒；而你開始信任某一種立場，佢就一路推到更多支持嗰個立場嘅內容俾你。慢慢你就會有一個錯覺，以為你見到嘅就係全世界，你聽到嘅就係主流，你相信嘅就係常識，但其實未必。你只係長期活喺一個被剪裁過嘅資訊房間入面。所以我覺得現實最可怕嘅地方唔係假資訊太多，而係慢慢你會好似失去咗容納複雜嘅能力。你開始只係想聽令你舒服嘅版本，只係想信令你安心嘅人。去到最後，你唔係冇資訊，而係你冇咗判斷資訊嘅肌肉。所以如果我要用一句說話去總結呢一本書，我會講：人最需要守住嘅唔係立場，而係判斷力。你支持邊一邊未必係最重要，你信邊一套理論未必係最核心，而根本問題係你而家相信嘅呢一樣嘢，真係你自己一路諗翻嚟，定係你只係太快想唔再焦慮，所以接受咗一個最方便嘅答案呢？我係 Candy， 多謝你收聽今集嘅 Candy 的深夜讀書會。今集講洗腦術，講到最後，真正本書想我哋守住嘅係我哋仲有冇能力企翻喺自己嗰邊。下次再見。